好吃。好像它有番茄，意大利的酱。Ada ayam, ono tempura, ono kentang, mantap jiwa. Nya lembek-lembek, 点的。就吃啊，不然要什么？那为什么它的金客这么厉害，这么贵这样？买便宜啥的？要什么便宜我不会点，这边没有便宜。没有便宜，买一点点。Nah, ini pertama kalinya ya di sepanjang hidup saya membeli celana seharga 1 juta rupiah. 我没有戴口罩，忘记。内衣脱下来当口罩。好，谢谢。这张，谢谢，谢谢。快跑，快跑！谢谢，拜拜。你还要吃饭呢？谁？哦，我不饿了，我等一下2、3点再吃。个 King Burger， 烤香肠。Ca什么？ Ini diajak nyonya ke sini ya, ke Beyond Plaza. Kita lihat home working. Sepang. Tentang. Hiện在来更漂亮的，哪有？这个很漂亮。没有，我那个漂亮。Tete最漂亮。Ini ada ini nggak tahu apa tatakan apa ini. 那你看一下。好，对，谢谢，对。这个要放在这里这样，对，不要这个，对。Ini brandnya bagus ya. Elap nggak sembarangan elap, iya. Ini tuh pel-pelan. Beli elapnya di sini ya. Talenan ya, talenan sultan teman-teman, harganya murah ini. Brandnya Working House ala Japanese nggak palsu. Itu ada cuy warna. Itu ya? 没有啊，红色的我买的。然后在这边怎么吃到肚子会饿？哈？我有吃饭有吃，为什么肚子会饿？发票太太要那吗？不好意思，老板忘记。不用了。不好意思啊，谢谢你。谢谢哦。哎。还有6块钱。好，谢谢。好，谢谢。这么漂亮，小姐，小心啊！太太还有想看衣服的 free 啊？不用看了，越看越花钱了。太太，这个书是真的是假的。怎么到2楼来了？对了，我们要下去呀。太太说不要看 free。要不要看？看帽子。看帽子。好了，我们上去。看这边有一大堆。free。去吃东西呀。肚子饿了。哎。好啊，去哪里？看谁？我要吃披萨。Niatnya cuma nuker akhirnya belanja kelambi. Harganya mahal banget. 2.300. 现在好看的，马上买啊！简单的事。太太也是。2000来啊，5的。这个也很好看kan? No. Ini mbokku belanja terus ya, belanja baju. Kalau nyonya beli baju nggak pernah lihat harga. Kalau aku mah lihat harga ya. Jiwanya jiwa eman-eman dan emak-emak. Ini yang san ke ye. Tete juan,等一下不喜欢买给我。对呀。喜欢去吃火灾啊！哎呀，快安尼啊！哦，
这不样行的。对，太大了，我知道了。不是，它这个板子是不一样的。哦，那个阿嬷穿不会太大，我穿穿看。你试看看。阿嬷穿会很好看。Ya, teman-teman. Ini Pa Happy. Taita. 哈？不会太大吗？会不会太大？不会啦。太大了，对，太大了。因为太大没有肉，不像我这肉这么大。对的，这个就要穿起来就要。我先好习惯啥？我口是吗？穿请惯习哦。裤子舒服啊？舒不舒服？大了啦。对呀，我说也是这太大一件。比较刚好。刚才太太穿第一次，刚才啊。啊，这个。还有松快穿这个。松快。跟你讲38。38叫我穿。Banyak baju ya, payung. Wow, 好看太太，不错。你讲今天几件？去整，看舒服不舒服？很舒服啦。没有。你穿看看衬衫嘛。啦，衬衫对呀。今天衬衫不把交款。衬衫买太多。对了对了。今晚要走啊，我买做多啊。Ini nyonya aku bagus ya, pakai ini harganya piro no? Sultan teman-teman, 2980 tanpa melihat harga. Mahalan ini dari celanaku. 一定真厉害呀！怎么样？这个不喜欢呢？没有啦，我这个是小朋友，这个可爱到很像小朋友啊。这个你可以穿。对啊，但是1000块都 OK， 多少钱？这本来这个是2580。对，哎，为什么？我之前妈都是穿这样，啊无会啊，啊今日个来啊，我我不安尼弄弄嘛，无钱。是用现金付的。阿妈的口罩，我阿妈也用钱。10块落去啊。哦，谢谢。 10块有条。我今天晚上10了。哦，相信吗01啦，10。你讲现在偌济？ini ya 148 148. Nah, ini aku membeli ya 2000 teman-teman, 1 juta. 屁股会不会很？不会。不会啦。他穿啊，你这个袋子是什么？拿起来，没有，这个我的东西。拿起来我看一下。没有，拿起来才。这样啊，你看。对啊。对啊。啊，如果说不要折那么长，这样也很好看啊，妹。哎呀，比较太。这样也很好看啊。哦，这样。对啊。但是太长对不对？太长了，来过来。你这边会不要我帮你？我付自己付。你自己付的。对呀。那我找阿妈的钱。啊，先买找阿妈的钱。阿妈dia bilang. Ini pertama kalinya aku membeli celana 2000 NT. Gila. 2000块了吧？对，2000块好。啊，来存那但我钱我来100块我有好像有。有没有10张？有可能有，我算一下。有，你钱好多。不是啦，昨天薪水啊，1、2、3、4、5、6、7、8、9、10，算一下。谢谢谢谢。3、4、5、6、7、8、9、10。对。找吗？1、2、3、1。我1000偌济啦。1480。还找你520。好。妈呢？小狗吧。这是很辛苦的。对啦。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哦，这样。裤子你要先穿啊。我现在穿没有关系。好啊，那我帮你把吊牌填掉。OK。啊，你的裤子有没有放进去？没有。丢给人家好了。嗨。哎呀，那我怎么干了？哦，这个无印良品的。无印良品看好便宜了，199。啊，好好的买一件就不要一直买。我们要去哪里散落？对不对？对我很贵，好不好？等一下要问哦，如果猪肉我不要吃啊。Kan 我2点的时间来得及吗？ Ini kita melihat baju ya. Ini ala-ala Thailand teman-teman.
Thailand punya brand kayak gitu. Yang seperti horror. Macam Move and Pick. Ada es krim. 薯条，薯条，都没有鸡肉，没有猪肉。没有猪肉，好，我要啊，这个没有。那为什么这么贵才得买？ 480。为什么买？cantik banget loh. 只是要喜欢吃啊而已。我是点菜，我不用煮菜，好不好？我用这样子喜欢吃的，我这样点，好不好？哦，你是要单点是不是？我要单点。单点一个煮熟浓汤。好。还有那个牛肉有牛肉弄的那个饭啊。多尔多牛肉焗饭吗？在哪边？你看，给他看一下。他不能吃猪肉嘛？是不是这个？好 ，OK。好，谢谢。那个还有你还要不要那个南瓜汤？不用，我不用，我喝开水茶。好，谢谢。好，这3样菜了。好 ，OK， 没问题。一定那个都很贵的。都很贵。对。这样差不多我们2个吃起来1000多。我太太常常在这里吃。那个猫是可以拿出来吗？不要。不要，比较松快啊。我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穿很舒服，太太在哪里买跟她买我穿也很好看的，我也很想。它的大刚刚好，这个 XL 号哎。忘记了。XL 号。这个在哪里来忘记？是这样好像。没有。它没有牌子，不是名牌的。我2点来不及了。要怎么办？跟他说我晚一点。下午一点，可以。退后一点。要不我也不知道太太。没有关系啊，我们吃了回去再坐计程车了。南瓜浓汤，来看看，太太加一点点的。Hello。没有，南瓜。那怎么肉那个？这个是。慢一点，是慢一点，高丽菜对对。我不喜欢。这个我们有自己可以煮。我们煮不好吃，买比较好吃。我们煮看没有人要吃。这个要放鲜奶，鲜奶也很贵。看这么厉害的东西，时间很快。我来打电话。想看看。少1个钟头去好。比较安全，他不会等太太。现在还在biang. Hari ini setelah membeli baju, nyonya aku kan tukar barang ya teman-teman, tukar barang perabotan dapur. Setelah itu ditraktir makan. Nah, alhamdulillah rezeki hari ini rezeki banget. Itu ada ayam, ono tempura, ono kentang. 这个加这个了，太太，辣椒酱，mantap jiwa。这个我也可以吃，太太。可以啊，一样。一片。一片啊。全部拿。全部。So yen meja。很好吃。还有这个是高档菜。好吃。加这个的。试看看。小心烫哈。好，谢谢。餐点上齐了。好，谢谢。加这个太太。很好吃。
个也很好吃，你看我们一人一半，我吃不下。吃不下可以带回家。很新鲜，真刚炸而已这样。它这个也很好吃。Enak banget. Gurih, manis, kriuk, wah enak banget. Kuang kali Pak. Của mình xây ăn lột bảo. 太饱了。对，我有这个汤哈，我就饱了。这个烟味都好吃，不用加什么，加这个尝看看。还有，来再吃啦，也很好吃。哦，gurih, enak. 那个warna一片啊，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有啊，什么东西？那个菜啊，没有猪肉对不对？没有啦，高蛋挞。还有鸡肉。嗯。Ini pizza， 这个叫 pizza 吗？味道很特别啊。对啊，烤散它，给它摸一摸，有鸡肉很好吃，有鲜有甜，有味精哇。这个菜不干掉的，这个是大的香菜，对不对？牛肉饭。Nah, kita lihat ya. Oh, dalamnya seperti ini, dia mengandung keju. Nasinya lembek-lembek. Oh, kebul-kebul.牛肉很大块在这里的，这个我拿给太太这里，好不好？好。因为我没有办法。不是我的意思，太太segan kan? Kejunya molor-molor. Seperti ini. Nah, 它中间有牛肉，好烫来的，番茄这样，啊，感觉好吃吗？好吃。好像它有番茄，意大利的酱那个，哦，牛肉，它有cheese，有红萝卜，牛肉很大块。这个黏黏是什么呢？cheese。molor-molor.
里面也有担担的，是不是？很好吃，没有辣而已，对不对？它的什么鲜甜、味精的味道都很重，很有味道。你看大家，没有辣椒而已，这个大家不是没有辣，看见。Enak banget ya. Cakap Neuro也很好吃。这个鸡肉丸子。Rasanya tuh manis, asin, gurih, nggak ada pedesnya. Tapi gurihnya enak banget. Ada wortel.这个比较贵，好吃啊！为什么？我饱了。我感觉都很好吃。这个我拿一个好不好？拿去啊！大家吃一个了。大家不要吃这个啊！对，吃不下了。本来我早上还没吃。你尽量吃。对呀，它是没有辣椒酱，没有，是胡椒。大家吃啊，这个啊我也吃了。我这个鸡翅一大堆这样。今天是开在生日啊？没有。为什么？
我感觉它青稞要生热吗？对。喜欢吃什么就我喜欢吃啊，对不对？应该大家帮忙吃这样吗？没有办法。Ciro saya sekankan yola. Saya sih. 我吃吃啊，不要了，我要吃我们的猪排、排骨。它这个都用烤的，不是炸的，加鸡盐，还用烤箱烤的，所以它不会很油啊。加鸡盐一大堆料这样。还有这水碗哦，要不要？不要，来跟给你吃。不用，谢谢，加这吃。这个是什么酱来的？沙拉酱。老了。可以倒了。哦，饱了。因为他在吃一米浓汤哦，这个大家不要，一人一个。不要。Enak semuanya, fresh, gurih, asin, manisnya. Nah, saya apa ya? Nah, ini air putih ya teman-teman, boleh dituang seperti ini. Tutupnya seperti ini. Inonya baik banget, sisik dai-dai. 如果台家没有请客，不可能我吃在这里。如果台家没有请客，不可能我吃在这里。我不可能到这边吃。这个很好吃，但是不辣，没有辣的而已。要吃药啊？再帮我倒一点。大家还有多一点，半杯就好。这样。好了好了。Enak banget dan rekomen. Harganya 935 NT. 要打包。打包这边，还有这个。这个要打包。
酱料有需要吗？香料不用，不用，酱料不用，谢谢，谢谢，不好意思，谢谢。 Kalau saya puyung cha, saya soyo meo nong cha kancing. Kancing na be hai bao. Saya so cha kancing sa. Kenyang dengan rasa syukur yang teramat sangat alhamdulillah. Enak. Rasanya enak banget, cuman nggak pedes. 你在这边等，你在这边等，他会。Oh, sisi. Sisi. Nah, kita bungkus ya. Ada harus tak lapin. Berkilau. Shining, glowing, and then semeriwing. Nani ya, keren banget. Oh, di sini ada ice cream. Keren banget. Iya, iya. Halo.